颱風海鷗登陸菲律賓之後，重創中部宿務，單係喺當地就增加到近50個人死。一架軍用直升機喺救災途中墜毀，機上面6個人全部罹難。當局就預料海鷗今日同聽日離開菲律賓，最快星期4晚登陸越南。海鷗吹襲菲律賓中部嘅宿務島同內特島以及南部地區多個災區喺星期二橫風橫雨，唔少店鋪被迫暫停營業，多間房屋被毀，喺屋外同路邊隨處可以見到有大量嘅汽車殘骸堆疊。大部分死亡個案嚟自重災區宿務，罹難者主要遭洪水溺斃或者被飛墮嘅雜物揼死。喺軍方協助救災期間，有軍用直升機失事墜毀。空軍話，肇事直升機喺星期二從大沃市起飛，原定飛往北亞古桑省武端市救災，但喺中午前響南亞古桑省宿務大約270公里外嘅位置墜毀。當局喺現場揾到6具機組人員嘅遺體。菲律賓位於西太平洋颱風帶，平均每年受到20股颱風或者熱帶風暴吹襲。海鷗登陸之後，風勢一度減弱，但仍然以時速165公里嘅陣風橫掃米沙煙群島，吹向北部嘅巴拉望島，再進入南海。當局下令幾十萬人疏散，幾百班航班要取消。路透社報導，宿務市嘅洪水正減退緊，但仍然有多處停電，電訊服務未回復正常。本港天文台預料海鷗喺未來1、2日橫過南海中南部，移向越南中部一帶。越南政府就話會嚴陣以待。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